六两沙黑马盖。 新川市，等下老娘给6分钟全部拿了后哈嘎发，就是最大的帮助。哎，好，很好很好。贵的 Q。你比得很好玩哦，很顺利哦。等一下，我会让民主姐姐看一下，先让聪明那天，那天让公鸡看是从嘞。你花了2分钟就签呀。喊就让基调聊天，超慢的。都慢7、6、5、4、他们滚到动球命案现场。枸杞这边我当过。哎，刚才节目讲了讲的东西啊，现走，拜托，现走。一点马杀鸡呢？你的手势很像我昨天那个按摩师。应该昨天打工哦。Hello， 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所有嘅乡亲朋友，大家好。我要苏坤，一家之主，我係民族，我係中白強。目前今年你来到了素材呢，两个係真人都桃园龙潭亚岛毕非常有代表性的地方哦。哎呦，最退票的，没有错，因为冲来亚垂素材哈，这个在假日的时候呢，我有非常多人都有亚岛毕看表演、拜私心、买亚的哈嘎的东西哦。看看这个里面都有很多静态展出，但是你看一下那边。干嘛干？给就可以你哈嘎人呐，就是以养古董的世界去跟嘛哎。他都把这个当地的这个客庄12大节庆把它标入了，还有另外一个，这是全台湾第一个的客家咕咕钟哦。等一下下节目马上去看。冇问题，咁今日呢，你先来分享到今日的评审欣赏。唐公哦，今日来一个师傅，我们叫做上象题哦。OK， 好，那待会儿介绍完就启动两个片。没问题。好，先来分享到卢俊明卢师傅。大家好，大家好。还有吼，我的二兄弟七牛凤七师傅。大家好，那是我们大家好。嚟你看一下今日咧，踢出到底係乜嘅？哎呦，我等下打開那個世界了吼，我哋會先猜上一下，記到地圖係乜嘅東西。猜猜看，等下地圖有冇可能識出來？打開來咯！哎呦，看起來梗係夠肉，梗係最簡單嘅。這很傳統，一定係客家面頭啊，有一個泡菜，對，看看那樣麻菜。了，應該係用脆嘅啦。哦，係咧做嘅。肉餅哦。哦，有沒有看得出來？對啊，有麵粉嗎？因為我看到兩個，我就想把它煸一下或什麼。到底今日我做嘅料理係乜嘅東西呢？是泡菜肉餅。哇！哎，這個很難呢，因為呀肉餅，我先你就先點肉。哎呦，你可以是現切。真的，你剛好可以進步。沒問題，等下來一邊，我一定要跟他講一下。好。呢就來分享到今日嘅潛水集咯，今日西山呢都會講嘅兩節目，先來分享到我一個很漂亮的粉紅色姐妹花蕭瑩記、老妞婷記，歡迎！歡迎你哋，還有我哋咱吹界趙桂蓮，還有趙訓倫，歡迎！全都講，大家好。江湖上有一個講法，就是龍潭嘅聲妹全部都講，你看看呐。哎呦，該日天係錯嘅，因為我媽媽搶食食大龍潭。真的，真的。難怪上一次張媽媽來，真的是被她的美麗驚豔到。哎呦，你很會說話。跟你長得蠻像的。哎呦，我沒動靜哦，你也這樣，你也真好。哎，我沒蛇妹嚟，我沒蛇妹哦。好啦，哎，蕭瑩記、妞婷婷，你用啥係送上嘅係冇？沒，上了就懂差2歲，有差2歲啊？你媽啥係姐姐？佢根本你馬上要煮，要負責煮。姐姐哦，有信心冇？有，加油！加油！加油！還有我哋吼，咱厝吼，禮拜吼也是邀請到哦，非常動將吼嘅兩姊妹吼，誒呢條係叔伯姊妹哦，堂姐妹，吼馬上係姐姐，呢兩沙差唔多就差幾多年？啊，30年的你，30年了，30年，教學的節目。那個客貨又冇辦法啦，不過吼，你講到客語，今年有兩沙動厲害哦，除了攞煮菜之外哦，佢哋喊我攞教我講客貨嘅，因為佢哋兩沙係乜嘅？新川市。
来，你直接可以跟他们回去学客家话，拜托一下。等一下哦，你都要煮出一个是这样，然后问哦，拿字典做笔记哦。你等一下老娘给你6分钟全部拿了后下嘎发，就是最大的帮助。哎，好，唔怕。等一下哈，我直接就在等你了。对。还有哈，等一下哈，唐工我哋要玩遊戲了哦。对，等一下就可以喊你教。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咯。木卡好明星，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用嘴啲喊聽嘅時間地度做出自聽嘅菜色。本來係雅木卡嘅卡上癮，也係雅木卡嘅明星好呢。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吹奏先開始，準備拿出雅木卡嘅好本得了，一家之主上菜嚟。哇，呢度吼，我媽媽嘅故鄉吼，所以搞一些特別嘅遊戲了。呢個遊戲哦是係烏龜跳，鬼嘅跳，你就搞過嗎？有啊，誰就會搞啊，對不對？徐雲記，鬼 Q， 可是我常常會變得鬼 Q 這樣。同手同腳，等一下就會考驗大家了哦。好 ，OK， 好，冇題了哦。那我們兩個先剪刀石頭布好嗎？好，剪刀石頭布，我先，好了，看前面哦。預備，開始，鬼 Q， 該你。反應。鬼 Q。哦，哎，你馬上死去嘞，你看到嗎？你輸了，你跟到。我又遇到死穴了。你媽媽真經動厲害哦，係嗎？真勁。哦，反應。好 OK， 好，徐雲記加油。眼睛一漂咧。也太快了吧！眼睛一漂咧。到底。剪刀石頭布咯，剪刀石頭布。轉向，好來，鬼 Q， 好，該你姐，鬼 Q， 很好，鬼 Q， 很好，該你秀英姐，該你，鬼 Q， 很好，鬼 Q， 你比得很好玩哦，很順利。好，馬上是狂熱了哦。好，先講眼淚，先準備一下，來，做出來，我聽數碼街，我喺附近提嘅砍蒜頭，切油麥嚟係冇？對，切油麥嚟嗎？對，可以啊。切油麥嚟對不對？然後給切弄碎了。對。OK， 好，可以了。好，繼續開始。哎，你兩姊妹喊就準備該係買個葉子啊？成品這是薄荷葉。哦，最後最末的點綴嗎？哦。哎，該挑唔是那條了。哎呦，唔會唔辣嗎？細的話就好。因為這個不多啊，這樣全部要切幾多誒？全部切貼了，一起，全部切貼，一份的量。你還走蛋糕了哦？哎呦，那要真的啦，哦，脆的啊，它有弧度嘛，要真的，像布丁一樣。我還以為你拿假的嘞。安利好不？安樣上來做，對，有勇氣嘛？係哦。切悠悠的嗎？哎，悠悠哎，等下再哦，全部切悠悠啊，切6、5、4、3、2、1，停手。啊，停手。好，等下我們就暫停哦。等下開始嘅時候，咱繼續做下去哦。你看我先過去一下，我先攞佢打開。拜拜。對哈。我家下又睇看到，哦，你會切悠悠哦。還有你還有你就學客家話。你都要點。你這2分鐘就學客家話。等下。先生，兩位哦，姓川師哦，等下我提隻走去做乜嘅咧？啊，切泡菜，切菜，切泡菜。跟你說你切哪？看見我切。開始。哎呀，你曉切？真的是他害切泡菜哦。水尾切你是切好咧哦。觀眾朋友，哪裡啊？好。要切到阿 U，來老公，要係必須你切到按 U。對啊，無可能的事情。我係講你切，你要紅是做得嘞。對啊，而且看 U 哦。來看一下多大的差別，好不好？等一下，很忙啦。我冇時間了哦。你不要，我切到書哦，拜託一下。唔會啦。你這個刀子用色啊？我切到書哦，你唔會相信嗎？完全唔會，完全。你看啦，我係搭檔哦。用太極刀誒。哦，太極刀，好像沒有。黑啦，從頭到尾。黑啦。6、8，只要弄出來啊。6、5、4、3、2、1，時間到。손 평기야。我們有計時。哦，有計時。到這裡。好，等下你兩下強下哈。強下走，我們現在計時1分鐘。好，這樣開始。誒，佢切蒜頭嘅方式咯，唔好強咯哦。
叫先看一下啦，用看。你用啥系马来西亚考到该新传师认证啊？91年呐，就是非常91年快点嘞，你多少点啊？你几多少4、3、2、1，开始走嘞。好，等一下上来看你好冇？好，加油，继续做下去。很厉害而且能小水嘛？姐姐你下有你嘅扑菜啦。要不要小水咧？啊，先烧水哦。你当严重啊！你当严重诶，你当僵树诶嘛？扑菜按多。跳走这位，跳一下。还有酸条嘛？好，酸条不用嘛？也不要半记得动斤重诶。好啦，唔怕啦，加油诶哈！好，我看人家配了。不用了。哇，欣赏来嘞！哦，分享。还有嘛个帮饼，你可以打乱的哦。打乱。誒，唔過你條嘅泡菜有冇幾條肯按到呢？普通啊哈，應該泡菜哈，100克哈，牛啊高牛就350克，這是標準比例，就比例啦，就比例。你條用啥就平常時有強下煮菜嗎？你一下啦。下巴。那你最好是幾點節嘅買菜？龍肉蛋。哪有？韓白唔會做那個笨蛋的事情。他剛才那個切塊。切塊。輸那邊。哎呀，深一點。這樣加分吧，鐵砂掌部分。鐵砂掌。我看見抖來抖去呢，今天馬殺雞呢，你的手勢很像我昨天那個按摩師。應該昨天也打工嗎？那你最好是幾點節嘅買菜？處理好。是了，真的假的？很勁嘅。今日帶來最拿手的哦，手入菜。手入菜。哇！你睇下個比例很講出來。講出來了呢。姐姐面強下哦，哈。都期待吃到。哇，就碟過哈。它有。哎呦，誒，該唔係白強哦，哦，白強咪白強。嘅。沒有，而家我白強沒辦法叫拿吹到嘅。天比山哈，讓我入空，倒出來較強。哎啦，他就了解我。他那麼就兩那對吧？阿英跌下腳啦，阿英跌下腳。亞洲的。好，過來困難咯，加油哦！啊，可是不用落去嘛？不用好嘞。好，我好了，我把它裝進來。對哦，該下款的樣子冇恐龍呢。而且你還有做一點，它的那個容器可以用發型呢。你還會都 keep 到上來嗎？不會。沒有都 keep 到上來。對，等一下假設沒有壓好吼，那個形狀會不會？等下要先不用落去，再落去啦。哎，對。他就走條路嗎？冇咧，你按多歲了呀？退休了啦，按都是退休誒，享福了呀。對，我們都70歲了。哎呦，考到貴了耶！你不要走貴婦啦。好，再太領貴吼，你用啥差2歲啊？你該係16歲，你該係18歲。哇！這樣你要天鍋嘅時間哦，做1컵半的水哈，就有25分鐘左右。因為厚度有關係，是那個泡有關係哈，所以我還要蒸差不多25分鐘以上，這樣有熟了，大家不去麻煩啦。等25分鐘好嗎？對，好。我都期待哦。好，大家過來看啦哈。好，謝謝。我都有沒表拍一咧啊！不用挨蒸了，好哦。等下蒸哈，差不多30分鐘。還有它一定係25分鐘咧。 30分鐘，單位，嘿，單位熟。那打開來，快嘅拿來凍下本嘅，嘿冇風嘅血水出熟咧。好，家用咗等30分鐘哈，蒸30分鐘過後，家就可以喺太解米線嘛，食較好食咯。哇！30分鐘過咧哈，馬上打開來本大家看一下。小心！哇！很香哎！哎呦，非常很真的哦。非常完美哦，不過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我的臉大。是。
磨牙面台哈，他把那种台湾工，要比你的脸大真的是蛮难的，世界上找不到安台给玩的哟。跟有运动球嘞，因为你的脸比牙给整容还开开啊！哎呦，赶快！还有马克处理哦。拿起来，拿起来。好，现在给拿。你们有冬款了没？你们有冬款了？冬啊，有松嘞，哎，你们冬款了？都嘴带哈。对，冲，冬都带。哪有？你看嘛，在打外亲一下，旁边亲一下。按用是就松了，好了，亲一下。你在把这都变形了。亲一下，按用亲一下，按用亲一下，他给他水就会。点水呗，就水按用来地嘞，按地啊。韩白木会做那个笨蛋的事情。他刚才到底切壳了，切壳了，他整个切壳了。哦，切壳了直接扣分。对。哎呦，哦，水要先倒，米先倒出来。水。我给你搅拌米要先倒出来。哦。我都倒了。喝掉喝。生意对哦。好。哎。对，你跟我们你敢吃？柚米，好有味哦！我喝过，你敢喝吗？我没有喝。可是真的好喝，决定动。生意。哇！该融合好完整哦。好，两米，这是我们面档了。啊，点上来啊！直接扣分吧。怕啦。你让你调色黑嘛？你看。好，我要够力喝到的这个。要考你来偏哦。慢。偷谁嘛？偷谁嘛？他们都做对了，时間咪到咧啊！時間啊，20分到30分，也應炸運動做對咧哈。開鍋。好。好香哦！那我们试试看啊，是看哪里哈？因為你有讓人舔心動下看有看有全部磨光跟其實不光還要這樣平的壓。哦，唔是做的。其實不會三層。其實咁樣凍落去硬是差唔多好咧，你才能用觸感不一樣，觸感。天母酥它哦，也會有一點味道會濃得出來。好，加。輸那邊。哦，哎呀，唔是，一共。聲音對哦。加分吧，鐵砂掌的部分。鐵砂掌。我看見抖來抖去呢。慢慢，聲音對。好。這樣有辦法嗎？該要水哦。係啊，跟水，水又倒，又倒咧，倒誒，哇！來，曲啊，比較是貼地位。有還有幼年菜嘛，應該係啊，那個曲一下看幼年菜嘛。哇，很像跟 K 是係布丁吧？有點像布丁哈。來，哦，湯調用這一哈，然後我這個是。然後我這是醬油膏哈，這一加一點點顏色，我們增加顏色，我倒出來哈，增加顏色，來，5、4、3、2、1，時間到，大家就隨來吃看哪兩罐地度，乃不卡米西卡好食嘞。就懂讲哎，对呀，要给你看下体呢有花样，而且你看，你要给到 V 啊，看了就懂想颜色，还有长出来感觉生气蓬勃哎，还是一个问题。饭呢？哎，盘呢？盘呢？系哦，你那是摸大盘哦，你大盘吗？摸，你就水头经啊嘿，记得要用个东西去差唔多，差唔多，该比例冇强容，要整个时间没冇强容。对，所以我们呢，水来吃看呐，马上来吃看呐。先来吃风吹的部分啊，来。基本我咁樣講嗬，就是3盤人吃得出好唔好食啊？3盤哦。那時候3盤，那真的好棒哦。用鹹啦嗬，嘟嘟紅，而且還做兩個金茶飯啦。真正懂茶飯。已經拿關嘞，關嘞。兩個用米底度啊，要鋪出來真嘅係。因為鋪出迄種不用久的法，它會有點果香，然後就食嚟落切味道加嗰種發酵過的果香米頭。它就有記得有做個時間咯，因為該好水啊，所以做出來有蒸出來之後，該 sauce 該汁沒凍到，你都感覺幾做了。做得了。好，我們換吃藍隊的部分。好，我哋要換食魚料了哦。好，冇問題。沒凍好食咧。怎麼辦？我覺得這個我自己的就覺得好難。我就聽佢講，你都要個狗肉冇強咯，個配肉個比例還好夠一點。狗肉差唔多8分，係，係個皮嘅嚇2分。
爱用掺还好吃，有点鸡翅豆嘞，口感还好吃，很好吃，好吃哈。那个泡菜同牛的比例哦，原则上是1:3啦，哈。不过我就想跟泡菜一样的哈，汉服，哈，有的会那个我就稍微修掉，留那前面，然后会比较无按度嘅，比较没颜色，用心，用嘴都懂用心，然后是真的。高分一票了哦，真经动单呢，现在又几次加个米头。好，那时间呢就先向卢师傅抢本分数。恭喜！好，西师傅抢本分数。哦，真的，因为真的是预料得到。卢师傅先公平哈。应该20度咧。个泡菜哦，遐梅头冻干天呐，拄好肉是咯冻扎实样嘅，但是你片起先咪冻好出啦，遐真紧退下冻翻咯，上冻球啊。真嘅。不过七师傅感觉咧，因为什么系你系讲爱下几个熏刀，下做啲厨师从因盘熟嘅时节做啲做嘅两头菜，从了下冇熏刀啦，你上摆做，你还摆做压一压，安石头，好，先放心。造型啊，造型啊，都懂后生，两片都冻好起来。真的很赞对，而且呢，我们真的还设定下时间，我刚才不是浅尝，大家还设定故事嘞。系啊，其实有两组吼，你两副好没做得真紧冻好啦。哎，太起家先休息一下，等下随后看一下今日卢师傅带来么个4个料理要搞太家嘞。总铺素卤菜。好，今日卢师傅带来4个料理，要按到嘛名嘞？泡菜牛饼、法式吐司。哇！冇可能感觉。又是西式咯，哈嘎个腔哈嘞。而且不说人家就你做小点心样嘅感觉。做小点心像这样子的。等下一条一条样嘅，比较西式的前菜样嘅。哇！先来看一下食材的部分。吐司，好喷的那种厚片吐司，好泡菜，还有高牛，好卵。是样嘅，这个咧，等下装饰的菜。好，马上来做，本大家看一下好冇？那你也先来叫个卵。这我帮你，小帮手，哎，小帮手准备好了。对，可以了，你继续下一步。那你系泡菜先来切。好，那会快，嘿嘿。那就发现到应该哈就少个应该高牛哈，应该高牛哈，唔系该细的绞肉诶，因为应该底下会留到口感，但是咩效果会掉掉粉啦。还有小秘密，等下会让哦，小秘密。好，你啊，你泡菜哈，放落来。哦，切好嘞啦哈。哦，你唔是切按油哈？哎，客家人是唔讲嘅事。好。哎，该未等下我未会该碟系吗？会一下。但是我小秘密啊，先来放睇到有个太白粉，放啲粉啊，几等下是会好粘，有粘性，偷吃不啦，这样唔会散体系吗？好唔会散体，对咧，还会放米酒，去腥啊。呢条米酒放米酒，放啲调酒，会上色系吗？放一点色和梅头哈。有咸一定要有甜，怎么来汤？哦，甜在你左边。哦，甜按会讲哎呦，你是便宜粉哦。便宜不会甜。好，有啲汤。哦，要开始了。哎，这个马杀鸡呢？你的手势很像我昨天那个按摩师。哎呦，昨天打工吗？干娘，我点一下嘛，娘用。小狗是做得嘞。不，师傅，你个那个先那个混合。泡菜吼，然后该高粱吼，该比例你有 TPA 算过吗？其实应该每餐都做1:3的比例。哎呦，1:3的比例。我签。专业的。故意长包给你就顾唔好。胡椒粉，用啲啲哈，所以开始来带的。好，因为让来听书吗？因为听还是听。好听。哦，你看，冻蒜盐哈。师傅梗系心情唔好嘅时节，得好冲掉。对啊，你做什么呀？心情唔好嘅时节是不是好夹啊？张伯谦啊，因为你抽半年啊。等一下，我要让明珠姐姐看一下，先让聪明那天，那让公鸡看是从嘞。你花了2分钟就切呀？看就让基调聊天，超慢的，都慢的呀。因为听还是听。好听哦，你看冻蒜盐哈。我你说，还是走在走两寸，切错没错的，哎，是走在走2寸耶。哎呦，我掉了哦。有了。
来来，好，带落去。贵只碟哦，带落去。按用张个真嘅有达到诶，好厉害。师傅，敢系心情唔好嘅时节，得好冲到。对啊，没准备啦，心情好些是不是好僵啊？张伯谦啊，你为机抽半年啊，然后机不用染噶啊。为咗做了红菜啊，上炒。紧得紧睇你你。先样做得咧，我你那得调冲，哦，得调球，应该咧保留咧口感啊，要准备好咧。哎，该来唔是病哦。今日做法是吐司，所以吐司来闻咧软啊。我哋咧记得该肉之所以会融合起来，系因为该软。我现在呢，因为常睇下可以还要给法国式嘅吐司牛肉粥，应该有很多观众朋友都早餐店有吃过法式吐司，我们等下看鲁师傅牛肉粥。其实你今日做好简单，是只闻软啦。啊，当然没有因差不好，有到咧软啊，底部有用到牛奶啊、鲜奶油啊，吼，用到调味啊、纯油，今日应该是好简单的方式啦。先煸一下呀，嘅软的部分，浸一下，先浸下，咪做唔得浸調球啊，調球咧吐司切開頭，其實軟軟咧，唔會扯扯咧。我該火係咪唔是中台？因為要烤一下，六八六十度，做兩頭菜哦，那個記性要很好，翻到哪一面應該技能哦。其實看是啲咧啦，要色要醬做得咧。你看唔啲啊？因為我眼睛裡面都是明珠啊。哎呦，今日有講貴咯，怪怪，今日都啱我。應該唔是剪斷的。係啊。因為張伯謙唔是啦。不是係啊。對啊對啊。係啦咧。是算假啦。你用電毛剪的，我是白的。給比色 yes。唔是洗面全剪頭啊，你用蛋糕是做的咧。用蛋糕會有一些人有叉叉，有點像表面有點像椰蛋糕喲，小蛋糕，很像那個啊，舒芙蕾，它有這個鬆餅啊呢。哦，還有哦，這個很好，顏值很好的臭豆腐沒？臭豆腐沒啦，臭豆腐。一些出貨來了，臭豆腐。哦，已經凍了咧。等一下，這是醬哦。來煎咧肉餅啦吼，所以太細是產到會撈，你係吐司才得產到切個和煎一下。切個這啦吼，誒，唔是加油哦，當杯裏頭。有下有油咧，吼，直接用咧吐司誒。哦，唔是調油啦，本身會出油啦。哦，加呀就唔是夠調壽司誒。唔是，因為加油米頭咧啊。像有米頭湯調好咧。我等下用到嗆出來來搭配，樣子做得咧。佢好食啊，杜好啦，跟梅頭味料咧。這真的很棒哎，很精緻，而且剛剛我去個西川堂的吧，佢就做來要鋪出趕一批。沒有你的不是說你呢？八三。沒有，我們還有工作人員，而且。冇啦，素人已經食雞啦。對。食生嘅。耶。做一點拜託。哇！哎，該前景是還好豆椒，其實會香哦。係啊，會啊。因為本來是有一點油脂啊，所以油冇用很多啦。太好了。用啲菜配色啦，哈。我該係買菜啊。也是小紅葉啊，哈，一些紅卷菜啊、綠卷生菜啊。咁樣係越種哦。係。東做嘅做披薩呢。東做的。端起來問下可以哈誒。應該你係韓油啊！哎呦，一款啊！哎，真經係兩樣啲呢。魚花兩樣啲。這麼點睇哦。好，安陽就完了。麵包，完事嘞。都是到你下時間先請盧師傅來俾大家來出題目一下。來考題這個一張問題啦哈，醃製福菜的時候，為何要將容器開口朝下置放 ？A 係細菌不易進入 ，B 有空間發酵 ，ID 先猜拳，馬上會搞猜拳。玉婷姐好來，剛剛姐姐秀穎，來，桂蓮姐好。我讓你對我講哦，我就做功課啦。我是之前我有查資料，某母題，你只要贏了，我們一定對。好，加。剪刀石頭布，
哎，让你啊，来，先来的 A 啊 B，A 客厅啊，嘿，客厅，客厅客厅，客厅， A 客厅啊，开始拍，那 A，哎，你俩公布答案，答案是 A， 哦，因为那个细菌不会进入啊，哦，你系管啊来电到来啊，牵到你系来牵电吼，伊个气体会进来牵台。好，样应该细菌含唔接落个管子地位度，所以来电导就那样隐啦。恨，隐恨，棒棒。舆論節，因為呢個講得撲上來嚇，所以喺度撲財。哦，床上鼓勵鼓勵，厲害厲害。好啦，要加分嗎？哎，唔會拿掉，唔會拿掉。我要給你們啊，我給你們。 10分幾條款咯。平平，聽定強下先啊，強下先。呢啲冇足健康啊呢啲。來，等一下，今年3號強下先了哈。很好吃的，還好。還好。很多個。做好就食睇啊。跟外皮哦，有一點那個味道，吐司軟軟的，還有一點 QQ 的感哎覺，口感 QQ 的感覺，係是個軟啊，看到跟腰美 QQ，哎，最美，因為跟腰我覺得有一點點澀澀，因為到泡出來和腰哈，不過最後那個青菜又要這個甜味，又提起了。我覺得和你兩個案呢，黑講口感跟我們後尾發中的比生。可是我吃過我才會講啊，那這樣子那個邏輯唔錯。有3個本啊，那這3個給我們。哎，差不多3個。等一下，你姐聽我講一下。好。你講一句海陸話，讓信上我會打分數，有講對3個就送你們，隨便應該講。誰會按醬？有錯嗎？做得。果冠。果冠，好了。好了，我等一下給我們2位大姐是給董秀生的。好，唔過呢最杯米2來選了金行，大家最近就因為前杯係1比1平手，最杯米嘅也給泰中不會挑戰，等下選金好咯。愛係泰中鋪。用嘴運用接力嘅方式，運用客家特色食材，完成種鋪實天愛做嘅菜色。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用嘴咁嘅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盤盤磨，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你隨來上菜了。好，這係最杯米關了，全部係1比1哈。先讓強伯前為大家開解吧。好，冇問題哦。到兩攤吼最有名吼，除了出美女，比如講愛媽媽之外吼，還有乜嘅東西是多了了。打開來分開到大家。好，是嘿。哇，內瓜。國語呢很多黃瓜，可是呢，其實都要用他們特別太家一天邊啊，行卡了解，也特別做農為主，客家人有懂得，有嗰種配比某個好嘅甜食，好嘅奶牛，古時候呢種出來也個內瓜嘅啊，特別好食咯。真勁哦。剛買下來做乜嘅？係啊，七師傅，我做乜嘅咧？內瓜香肉。哇！香肉。對，就人家副瓜啲做包嗰啲差唔多挖開來哦。要掰開來。哦，用慢做咧，糖起來凍單咧。我對咱講吼，像咱內瓜要幫你先切一節，然後別空。啊，乾肉要攪肉那個香菇、紅蘿蔔，和切末，攪嘅，啊個上落去時候，落去脆安個時候咧。啊，你家上嘅時陣麼？家用唔好動態喎，唔會熟個，吼，細紮時候咧，細紮時候咧，好來哦，來聽咩？樣板人選內瓜，或樣板選幾個ಹಿಂ刀呢 ？A. 慢條綿肉 ，B. 直挺結實。結實，等一下，才可以挑石頭布，才可以。好，那就先來猜拳咯，大家都有，心裡面都有。等一下，時間又差別了哈，好，剪刀石頭布。哎，夠你的嗎？哦，你講了。A 還是 B？A 還是 B？確定。直挺結實。強挨個輸強了。好了。好，冇問題 A，係 A。你 A 啊？你 B 吧？哎 ，B，拍先，記得 A。靠，嗰樣都 B。好。好，你咪個 B 嘛哈 ，A 哦，好，來公布答案咯，答案係 B。用乜原因呢？佢嘅掛線你話結實下切啦，條妹嘅醋lau油都控狀。
个体型有无像甲圆柱形，代表个养分下平均，下均匀，3用1停。好棒！有氧类用个啥？让人有训苗。可是我们闪生妹妹厨师走得让你挺出你是苗。哦，好，走到快喜欢吗？所以就会今晚比赛，来，他的比赛。好。哦，看到啊！哎呦，你下蛇切油油哦，成到。啊！啊，等下该香菇妹妹切油油。不是跳多了哈。不是跳多了。番茄的产豆了。番茄的就好。时间的关系哦。时间关系。时间关系哦。好。哎，永远的就好诶。切油油的。好。该有吗？该做的提示我们一下冇呢？提示呢，蛇甲鸟有没有？等下上的时阵冇同台。哦。下蛇对，鸟人袂熟。猫会熟哦哈。那挑米的部分呢？挑米是主要关键要什么时候找师傅来？调味。调味的时候是特干用的时间。好，那等一下我们备料，上干用的时间。备料全部后为时间，我们就要用厨师帮帮我，好不好？好，没问题。好。我哋看你朋友。OK。好，我先切菜，哎呦，还有融了哦。又切按油呢。哎呦。今天啊，改变切冻醋哦。哦，个保鲜好我讲切油啊，切番薯后，还会做嘛个？切香菇啊。切香菇。你讲我减泡，等下做完是冇时间了。哎呦，冇哟。等下提你个会做个时间总其他嘢总得工作。6、5、4、3、2、1，时间到，停。好，来，我马上。第二棒，王一，你准备痛哦哈。好，继续杀哈。切哈。先生，我们讲吼，等下我哋切翻个银还有香菇之后，还会做嘛个？打肉。我干嘛嘅挑米么？肉我干嘛嘅挑米？便宜分。啊，该蛋黄瓜底部咪要变一下便宜分咯。哦，不经粘起来哈。结合会粘。好。你烫头吼，等下该便宜分哦，不是全副不用该肉地图哦，留热掉哈，弄在它里面。该。等下，我会让明珠姐姐看一下。你看我切的，你冇一定要啦。先弄葱来那天，那天把公鸡扛住葱嘞。好，还不会走灯。花了6分钟就切呀。韩剧老基调聊天，超慢的。都慢的啊。7、6、多，4、看我动球命案现场哎，枸杞这边我当过。哎，刚才主持讲的讲的东西啊，现走，拜托，现走。你花了6分钟就切呀。韩剧老基调聊天，超慢的。都慢的啊哈。开头一下。品质好，嘴绕劲。好啦，是比赛，比看应该贴了哟。等下上来看你哦。赶快调米哦，调米本师傅哦，调米嘛。调米本师傅。啊，好。有干嘛干米头诶？冇，这个不是。好，那我们要用厨师帮帮我。好了。哎呀，厨师帮帮我闪现妹。秒开始啊！感谢水晶晶。开始。副教夫人弟弟是好嘞。唔怕，从两毛我先让你用。偏离分让副教成差不多1比1哦。哎呦，我个90秒制作的剩下来存下来了。哦。好。还有要给马杀鸡的哈。就这个负责分听听吗 ？Tell you，帮我拿 Tell you。8、7、6、5、多4、3、太多了。2、1，停嘞。哇，加太多了。哇，动球命案现场哎。唔怕，立体制作的嘞。好。昨天一款我改变了，改天会用90秒了哦。我继续了哈。90秒，先等下给挑米本性上走好吗？你要先调米后张点嘛。假使做唔错系几个唔错。调好了，我调米好。调米好了。哎呀，头洗来了。等1分钟。好，赶紧洗来头。好，等下马个时间，你昨天用厨师帮我90秒。
你觉得？目前忙死了。那是容没做对啦，目前忙死了，目前是加分我3岁了，目前忙死。都做对，爸爸。容啦，拜托。你两个人去听我让。 8、7、6，来，好，厨师帮等一下3、 6、1，哦，完手，到，来掉我一半。总不是让我来填出90秒。是要试你就那味道吗？不用上炒的啊？冇，唔是哈，唔是，日本唔是啊，是干。两度咪个按打先，干吗？两度产你品。打师傅哦，扣分啊，扣分啊！因为这个手肌肉会酸呐。是起炸时候咧，像安样。偏抗议了哦。啊，细细炸样溜下的时候，落去吹的时间有啊，吹的时间，好的时间要变。 枸杞汁变到当背，哎，刚才主持讲咧讲嘅东西啊，现走，拜托，现走。这个基本都是加片的分吗？不是，按是做的。时间按冲，90秒，没关系啊，停啦，莫紧张。哎，该90秒，做咧冲30秒，强容。看，还有9、8、7、哦，现打。就快。 3、6，该穷少嘞，穷少好，他就马开有告台。好，去看我们那边。按是做的。按是做的哈。我今天真的嘛？听到买魔术哦，爱弄酱，爱弄夹。哦哟，爱弄酱，爱弄酱，爱弄夹，拜托一下。俺都用个90秒用错的嘞哦，用对了哦。用错的要不要啊。用筷子稍微整形一下？快点，有，要不要来整形一下？新梦七师傅，哦哟，让俺都个有啊。得挂吼，用安酱。系啊，你看，系啊。不过你做得用讲啊，够低调啦。可是我觉得俺牛的做法，俺老牛不用到底肚皮，等一下俺牛水我看你都那个地方，对不对？我唔错。我觉得这个有没做早加一滴滴的样因啊，因为脆了以后，佢会牛还变，无变态。这一点肉吗？够加一些些嘞，够一些些嘞，够一滴滴是做得啦哈。注意时间哦，时间预算哦。因为脆了也些牛熟啊，因为好。我有发现我们秀英姐跟玉婷姐比上有点紧张。所以拜托不要给他时间压力。而家已經因為時間關係，老鬼嗰個跳要強，我全部都可以。好了，這什麼？等一下長得白啊！白了，可以啊。對，該係5桶。哎呦，这个很太大。 5桶啊！哦，5桶。我的手我有點怕怕。等一下。哦哟。你看5桶。好了好。好，冇問題啦，好。多一點落去。好。等一下做個17時係祈禱。哎呀，220度可以嗎？做得，是不一滾樣樣。好，差不多10分鐘哦。10分鐘，30分鐘。哎，你要怎麼樣？脆啊！你不要差不多什麼了？哎呦，你要不要檢查一下？做得嘞。差不多的，檢查一下。俺就好多嘞。跳繩要好多。很燙啊，很燙。你要可以直接，OK 來哈。可以順跳啊！哇！好，舉一聲標頂，舉一聲標頂。全做得哈。全做得啦。我都快跳咯。哦，做得。做得啦。沒毒。做得嘞。幾度？沒毒。好，我們去那邊看看，這裡可以了。這個不是銀針哦。好，來，快點嚟。大哥啦。檢查呀。要試看哦。有。哦，該師傅注意從事哦，是肉熟還是摸熟？有哈。做得嘞。好，倒數。殺來。9、 8、 7、6、5、4、3、2、1，時間到。大家就隨來吃看那兩罐地圖，那家在你的台中埔嘞。哇！全部都做到懂墙哦，而且呢，看起來都 Q 用後生。兩邊都很喜歡打麻將哦，5桶而出。隨來吃看那裡。好，謝謝你了。謝謝你。好。安貼心哦，真的是天秤座呢。真的。你平常食豆腐蝦未對，你不用安用很貼心哦。唔愛半樣啊，啱咁講啊，係啊。半樣我看你下節目哈。係啊。哇！哎呦！這個啊，仲減啊。哎，調味料，師傅放個調味料。凍白咯嗬。你都個誒，梗係按到內掛，你都個內掛地圖就不用再便宜分的。沒有。哦。因為這部分師傅來天數。那一定，這個一定是他做的，你看。怎樣？那個沒有粘起來啊。
你看呐。你看剪开了就会删掉啊。哦。剪开是删。啊，剪开来是谁剪的？又是他。对风吹到咧，南吹吹到风吹，敢讲用的咧？当好选，当送啊，当送啊，对不对？当送，八六，当八六，唔会腌啊。今天我也跟你夸奖一下，应该哈个酱油没有放太多，真的不用放，真的好险。好啦，那喜欢应该甜的哦，来，你查下伊哦。干肉冻香，这个讲，咩啊？这个讲，你都讲，你都先讲，不改。干肉又香哎，没有人。马干米头冇够用吗？我们的你的米头有糖一些的。哦。哎。好，问错人了。刚刚头油多啊，落去啊，这变豆浆浆味道，这变。不过俺食到干米酒，肉啦。干米酒干香米又出来。刚才我们那边嘛。不用米酒还吗？没有米酒啊。哎呦，又了。啊？又。反正都是全部师傅不用的呀。哦，对呀。师傅唔好是酒啦。哎呀，点下为时差啦。等下时差准备啉酒啊。好，亮时间先抢来那个卢师傅抢本分数。恭喜又2分了，喊家就抢7师傅抢分数。没用哎！恭喜！我抢卢师傅讲一下。哎呀，这个 A 条讲解香梅啊，去到咧高牛地位度哦，有青岛冻到香梅，有可能有酒的香梅啊，吼，有咧胡椒粉的香梅啊，就是用正常的调味，就差一点点的样子啦，好淡点的啦。但是用跟冻头学啦，用做成冻头学。啊，你没有夸奖到那个红萝卜切得很好。看不到了。好了，看不到了。7师傅敢过嘞。那个要加爱心咧。哦，又，我咧讲嘅好，我咧讲，像你有冇？因為我上晚係解，佢係解風菜頭咩？切長大地咧。我切的。長大地，我食到一地，啲位有一地硬啊，咩冇數啊？剛剛本來是做咧食啦。體熱白。而且切供讓明珠姐了，太衰啦！來看到本兩片的，你看，這個整體看你有係沒有凍醬。你看，今日兩水選做的凍河，因為該係愛在地哦，兩潭水河是該滴掛，好，等下時間就會宣布哦。剛剛兩關的比賽下來呢，藍水得到3分，紅水得到1分，鼓手今日夾出去，恭喜得到夾出去3000塊。恭喜！謝夢。好，嘉恩要導演呢，有2隻鍋嘅呀，是我們多功能的不粘鍋的煮鍋湯鍋，老用鹼的煲嘅2隻，好精彩哦！凍河2隻哦，今日去去凍飯去吼，2隻哦，新傳師做得讓來教客貨，佢做得做暗號學嘅東西，你都要參加嘅心情係嘛嘅，讓大家講一下。我做了節目凍河哈，大家全部講下，哈，看節目嘅人就學到凍到嘅呀，謝謝。凍河是夢兒。要停止，我爸阿表就幾飛哦，貴基本差唔多都冇講吧。係咪參加心得很嘛嘅？那客家嘅啲節目真嘅呀，很少去，也一樣要多看，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客家。這個節目一定會紅。對，要給它發揚光大。紅到嗎？很好。懂紅到，謝謝你們，謝謝。什麼太極啊？你凍是夢兒。好，謝謝。好，感謝今日大家大家同下來兩去錄影哈，對我來講，要體白嘅經驗哈這個非常棒啊！記住我們節目。收視長紅，好，謝謝。好，今日的比賽嚟講，真嘅其實也是蠻緊張的，因為呢4隻角色每個來到了比嘅參加，特色都有7個媽媽嘅米頭。如果你最背面睇起來都係清風咯，有拿到獎金呢，有拿到暗號嘅獎品呢，每樣睇起來看下來報名哦。係啊，假使哦，你對主菜哦非常有信心，假使你對主菜哦非常有興趣，假使你長期試殺做個安將，全做到咧報名參加哦。冇錯。鼓手兩下就講一家之主，你下禮拜再見咯！下禮拜見。